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7章。义人受毁灭，无人关心；敬虔的人性命受处决，无人注意。义人受处决，通脱离灾难；行为正直的人会进入安宁，伫眠床安然过往。恁才会惊社畜的查某人的囝儿，奸夫甲妓女的后代拢进前来。恁在戏人啥人？恁对啥人开喙吐舌？恁敢毋是背逆的囝儿，敢毋是白贼的后代？恁伫上树中间，伫青翠的树下面，浴火攻心；恁伫山谷，伫石穴，杀恁的囡仔做牲礼，献互偶像。恁伫山谷中摕光骨的石头做神明拜，对因倒酒献祭。恁想这代志我减会容允？恁伫悬高架的山顶放眠床行淫，恁上去遐献祭。恁伫门后，伫门条边菜阴形的像，恁放杀我身躯烫光光。甲爱人爬去你大顶眠床，用约定的价钱斗阵困，满足恁的肉欲。恁带油甲真济香水去拜摩洛，为着要找神明来拜，恁找使者去天边海角，甚至落到阴府。恁行真远的路，真野线，毋过还无死心。恁想讲会当对恁的神明重新得到元气，所以无感觉野线。恁咧惊啥人？煞着讲白贼，恁竟然袂记得我，无甲我藏伫心内。我一直无讲话，目睭放开开，恁就毋惊我是无？我要公开恁自称是正义行为的真相，才会对恁拢无利益。恁哀求的时，着叫遐个偶像来救恁。风会甲因吹了了，气会甲因分散去。毋过投靠我的人会得到应允的土地，会当承接我的圣山。上主讲：着建造，着建造。为着要转来的子民开一条大路，甩开路年所有的阻碍。这源无上永远存在，称作神圣的上帝，迄位安尼讲：我住伫这源至圣的所在，嘛甲心痛悔谦卑的人做伙住。我要互谦卑的人心灵醒起来，互心痛悔的人心神活起来。我袂继续控告因，嘛袂永远对因受气。我互人的心灵衰懒，嘛会互人有活命。因为因贪恋的罪，我有对因受气，所以我处罚因，去杀因。毋过因继续背逆，行家己的路。我有看到因的所行，犹佫会甲因医治。我为因带因，帮赞因，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互忧伤的人欢喜唱歌来和乐。我要使平安繁荣，互远甲近的人。我阁要医治我的子民。上主阁讲：毋过社会人亲像海涌，变来变去，拢袂平静。海水一直冲出拉残的土糜。邪恶的人无平安，我的上帝安尼宣告。